感谢美心详细的报道哦。刷来要看到的是咱的国家队哦，世界棒球经典赛即摆咧进行训练，队长有关陈杰宪啊。不过啊，陈杰宪啊，若照运动员来讲啊，年岁淡薄啊较有啊32岁，所以即摆面对的是对上这少年家20岁的韦宏亮啊，伊姓韦嘛，所以陈杰宪较早看金庸的小说《鹿鼎记》，伊就讲啊，这个韦小宝敢是你的祖先？想袂到韦宏亮讲。学长啊，你是咧讲啥？韦小宝是虾米人？所以陈杰宪讲啊，迄真正年岁有啊，这中咧讲话吼，少年的拢听无啊啦。招牌球场球星陈杰宪继续担起本届 WBC 国家队队长，个性热情去定定扮演里长伯啊，会去个人关心。这一边一份的名单年岁详细的是20岁的韦宏亮，将做陈杰宪关注的重点。第一天练球，他刚好拍照我说那韦小宝不就你的祖先？他说哈，这是谁？我说你不知道韦小宝是谁？他说谁？我说《鹿鼎记》没看过啊？我说那你几岁？因为我一开始以为韦宏亮年纪有点大，对不起。殊不知他跟我讲学长我20岁，我说哦，难怪代沟，时代不同。很喜欢接线的，国小吧，国小就蛮喜欢接线。20岁的韦宏亮无听过《鹿鼎记》的韦小宝，和32岁陈杰宪想起少年时听无学长讲的代志，嘛拢会叫过水面。另外，还有效力海盗体系的张宏玲。我们今天有验那个人格特征，那个什么I人E的那个，然后宏玲，我记得我训练到现在，我好像没看过他讲话后没有对话到，然后验出来他说他是E，我转过去E，他是这样。然后旁边的学弟就说：“学长，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他，认识他，他会觉得你就觉得他很吵。”不管你做人较掂，或者是较活泼，有杰宪队长伫咧免烦恼。陈杰宪嘛讲会好好看错这队员，带领因继续伫咧国际比赛，搁一摆摕到好成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